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20页，就是解安利意识为业果所依之不特伽罗的事项之故。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主张觉知有二，量的觉知及非量的觉知，而且主张量有二，限量及比量这边开始做解释。那这里呢，就想要说，就是主张觉知呢有两者。那觉知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了知，那也就是呢，明且了知的这个体性。那为什么会讲到说有两种觉知呢？那就如同说我们在讲到说所知的时候，所知呢，它可以分为常法还有无常法。那我们在讲述无常法的时候呢，会提到说，刹那刹那幻灭呢是无常法的这个现象嘛，也就是说，虽然说呢它会消失，但是它不是一下就消失，而是刹那刹那坏灭的意思呢，是它的体性呢是不断不断的在转变，所以叫做刹那刹那坏灭。所以一般我们在解释无常的时候呢，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做解释。一个就提到说它是刹那刹那坏灭，或者说刹那刹那的它的体性呢都在转变，所以称之为是无常。那第二个呢，为什么把它叫做无常呢？第二个它称作无常的原因呢，就是它是具有作用者，它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能生治果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无常事物的时候呢，提到事物，事物的性上就是讲到说具有作用者，所以它要么就是具备了能够刹那刹那坏灭，或是刹那刹那它的形象呢，它的体性呢一直在转变的这个作用呢，称之为无常或者是事物，或者说呢，它因为具有能生治果的这个作用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无常或者是事物。那我们在了解了就是无常还有就是事物之后呢，那他们的相反呢，那也就是讲到说常法。那常法呢，那同样呢，它的理解呢，就是对于无常法的就是相反，也就是说呢，它非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个体性，或者说呢，它的体性呢，并非是不停不停的呢在转换的呢，那这个称之为是常法。或者是呢，就讲到说它并不具备呢能生治果的作用，或者说它不具有作用的这个呢，就把它称之为是常法。那所以呢，我们在了解了有常法和无常法之后呢，那在讲到无常法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说无常法呢又会有就是三种不同的分类。那在常法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特别去讲常法的分类呢？因为常法它本身的体性呢，并没有在转换，或者说呢，它因为它的体性不会一直在转变的缘故呢，所以它就没有支分呢，它就没有这些支分呢去做这个区别。那因为无常法呢，它的体性呢会不断转变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要根据它这个体性在转换的这个特性呢，又把它分为就是摄法、心法还有心不相应刑法这三者。那为什么要安利这三者呢？那摄法、心法、心不相应刑法，它是如何去安利的呢？那我们就讲到说呢，一切的所知呢，它呢什么叫做所知？所知叫做堪为觉知境，所以就先讲到了觉知。那我们前面就讲到说，觉知了知呢，它就是明而了之的这个体性，它也就是心法。所以呢，就先讲到了心法。那既然有心法的话呢，那这个心法一定会有具备心绪之中具有这个心法的这个普特伽罗，无论说是人也好，或者说是动物也好。那一定会有具备这个心法的这个普特伽罗。那普特伽罗呢，它的根知呢，就是透由它的这个根知呢，去了解的这些外境呢，那就是像是所了解的色声香味触等等的这些透由根知所了解的这个境呢，那这些境呢，就称之为是摄法。那具有根知的这个呢，就是普特伽罗。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安利到说，因为根知它一定是有一个在心绪之中具备根知的这个普特伽罗。那这个普特伽罗呢，我们安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普特伽罗又去安利说，哦，普特伽罗呢，它是可以从过去呢到今生，今生到来世，所以由此呢就区分出了就是无常又分为摄法、心法及心不相应刑法这三种。那这里呢最主要呢就是在讨论心法的部分，也就是讨论觉知。
那最主要呢，就是为什么要从安立心呢开始做解释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普特伽罗呢，就是我们人呢，或者说任何动物呢，任何有情呢，会说就是我看到或是我没看到，或者说呢，我觉得快乐或是痛苦。那我们在感受苦乐的时候呢，是从哪里去做感受？一定是从我们的受呢去感受到这个快乐以及的痛苦。那既然讲到受的时候呢，那就只能从心呢去做解释，因为你无法从色法或者说呢不相应刑法呢来解释这个受。那乃至于说呢，我们讲不特伽罗或是人好了，就是我们是否有通达一法，我们是否了知一法，或者是我们是否有看到一法的时候呢，有没有通达，有没有了解，有没有看到呢？全部呢都是从心上呢去做解释的。那如果那安立了心之后呢，那我们就同样的呢，就一定要去安立到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了知呢，能够看到什么？能够看到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眼知，它明显就是能够看到外在的这些色法等等。无论说是颜色或是形状也好，那它一定呢是透过有你的眼知看到，所以有眼知的时候呢，有了这个了知，那了知它的境呢就是外在的这些色，眼知的境呢就是外在的这些色，所以就安立了心法以及色法。那心法和色法安立之后呢，那心绪之中呢具备心法的这个补特伽罗呢，你也就一定要去安立。所以说，这个补特伽罗无论说它是承许前世或是后世，它承许前后世也好，或者说像是以外道数论派来说，它并不承许前后世，但是它虽然不承许前后世呢，它还是承许有这个世夫的存在，因为它承许它自己呢是存在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一开始我们就一定要安立了这个心法，因为你唯有心法呢，你才能够去安立到说，我是否有通达什么东西，我是否了解了什么东西，或是我是否看到什么东西，或是我感受到了快乐痛苦，这些呢都是从心法去安立的。所以一开始呢，就要会先安立了心法。而且要安立心法呢，最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承许前后世的缘故。那既然承许前后世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承许有一个补特伽罗呢，那它是从过去呢能够到今生，今生呢能够到来世。那能够从过去到今生，今生到来世的呢，这个补特伽罗我们该如何的去安立呢？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安立为摄法的，因为呢，安立摄法之后，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运体呢，在死的时候呢，那烧掉之后它就不存在了。那它如何能够延续到后世呢？所以到最后呢，我们就只能够安立一个心法，就是补特伽罗它的心绪呢，从这个心绪呢，然后来安立到前世到今生，今生以及到后世。因为乃至于说像现在的新闻呢，我们常会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可以记得说他们前世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既然程序有这个前后世的时候呢，你就要程序一个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来世的这个补特伽罗。那最后呢，我们能够安立的呢，也就只能够安立到这个了知的体性，因为唯有补特伽罗心绪当中的这个了知呢，因为外在的色蕴它会毁坏。然后而且毁坏之后，就是死亡之后呢，就被烧掉，自然就没有办法到来世去。所以唯一能够安立这个补特伽罗到来世的呢，就只能够安立这个了知的体性。所以呢，我们承许前后世呢是要关待的这个了知。同样呢，这个安立了知的时候呢，它也是要关待的前后世。所以它是彼此呢就是互相关待而去安立的。所以由此呢，透由前后世呢，我们可以去安立心法。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就是觉知呢，它能够分为量和非量。那这个以我们口语来说呢，就是我们口语在讲话的时候呢，说这个东西我现在才知道，或者说呢，我现在呢才看到。那我们用现在才知道，或者是现在才看到呢，就表示说这个看到或者说知道的这个了知呢，它就是属于量的这个觉知。那或者说呢，我们会讲话的时候会常常说这个东西我以前就知道了，或是我以前就看过了。那我们在讲以前就知道或是以前就看过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所讲的了知呢，就是属于非量。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非量的时候呢，那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的文慧，就是
刚听闻到呢，此是此，就比如说我们从听闻呢了解了说无常呢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个体性。那听闻到这一点呢，那我们就是升起了一个闻慧，或者说有了这个视察意。那或者说呢，我们因为讲到视察意呢，它就是不坚固嘛，就可能听完之后没多久呢，那又忘掉，就是好像听过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说什么，不太清楚。那这个呢就是视察意，所以听闻呢了知的这个呢，这是属于视察意。那视察意呢，它同样呢也是非量的了知。那同样属于非量了知的呢，还有显而未见。那显而未见呢，就像是我们平常说，这个好像有从我眼前经过，但是呢，我看的不是很清楚，看不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好像有某个人呢，就是从我的面前经过。那这种呢，就是显而未见。那或者说呢，像刚所讲的这个呢，我之前就知道了，我之前就看过了。那这种了知呢，就是属于在觉知。那或者说呢，我们平常呢，就是会产生疑惑的这种了知。那比如说，这条路呢，就是我要到这个地方，到底是走这条路呢，还是走那一条路？或者说，我刚看到这个人到底是小明还是小华？那这种呢，产生疑惑的呢，那同样呢，它也是属于非量的了知。然后乃至于说呢，就是我们遇到一些缘的时候，像是病缘也好，或者说呢，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五根呢受损的缘故，所以我们可能呢会把白色呢看成黄色，就看到黄色的法螺，或者说把白色的雪山呢看成蓝色的雪山呢，就是产生这种颠倒知。那产生颠倒知的时候，别人就说你看错了，或者说你了解错了。那所以呢，这些全部呢都是属于在这个非量的了知，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呢就不得不安立出非量的这个觉知。所以呢，上述的这个解释方式呢，就是从我们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我们口语呢常常会用到的。因为透过口语这种讲话的方式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到我们情绪里面呢其实是具备这些非量的这个了知。因为如果我们光从这个就是名相上面去解释这个叫做量，这个叫做非量的时候呢，往往就是听完可能还搞不太清楚。但是透过这种就是比较口语的方式来表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我们的心绪里面呢是会升起这些量以及非量的这个了知的。那可能对大家来理解量和非量呢会更有帮助。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个主张呢就是量。那讲到量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说量呢它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心不欺狂的了知。所以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心，那第二个呢是不欺狂，那第三个呢是了知。那不过呢这个性象呢，这个条件呢，就是经部中还有唯识中乃至秩序派呢都是共许的。那我们以四部中来说呢，就是四部中义呢，就是一开始呢讲到说一切有部。那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说呢，就是量呢一定要是这个不欺狂的了知。因为呢它承许说呢，就是眼根呢这个色根呢，它呢也可以是量，所以它并不承许说呢量呢一定要是了知。那中间呢就是经部中、唯识中还有秩序派呢，全部呢都是承许说量呢，它一定要是心不欺狂，然后了知呢具备这三个条件呢，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才会是量。那最后面呢，就是四部中义里面呢，就是最高的呢就是应成派。那同样呢，应成派他也没有认为说一定要是量呢，不一定要是心的，他只承许说只要是不欺狂呢，就能够呢是量，就是只要获得决定义呢就可以是量，它不一定要是心的，就是他没有说一定要最初证的，只要能够获得决定义呢就是量。所以以四部中义来说呢，我们去除掉就是第一个就是最下面的就是一切有部，以及最上面的应成派之后呢，那中间像是经部中，或者说呢唯识派呢，我们说随教型或是随理型的唯识派也好，或者说秩序派。秩序派呢讲到说就是随瑜伽行也好，或者说呢随经部行也好，那他们呢全部呢都是承许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量。所以呢在讲到就是安立心不欺狂的了知呢是量的意思，或者说量的现象的时候呢，那同样呢讲到说它要具备心还有不欺狂还有了知这三个条件的时候呢，那它最主要呢也是要就是遮除三种状况。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只要是
呃不欺狂的了知呢，它就会是量吗？这是不一定的。所以心这个字呢，最主要呢就是要遮止像是在觉知等等。因为我们讲到说在觉知呢，在觉知我们刚刚就讲说口语就是说，哦，我过去看到了，我过去通达，我过去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呢是已经通达过的。所以加上心呢，就表示说我一定是现在刚刚证得的，就是我现在刚证得，现在刚刚了解的这个呢，那这个呢才能够符合是量。所以心呢，它遮止了在觉知呢是量。那第二个呢，就是不欺狂。不欺狂呢，它不欺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你要获得决定义呢，它才叫做不欺狂。那获得决定义呢，叫做不欺狂的话呢，那所以就讲到说，那是否是我们刚刚了解到了、刚刚知道了呢？那它就是量了，并不一定。那就像视察仪，因为我们讲说视察仪，就像我们最初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听到的时候呢，好像说哦，我刚听到这件事情，我刚看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刚听到或是刚了解到呢，它是不是就是不欺狂？是否就获得决定义呢？不一定的，因为我们有可能刚听到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好像知道，但实际上再去想的时候呢，又会变成这种怀疑的体性。所以视察义呢，它的了解或者说它的通达，并不是真正的通达，因为它随时呢可能会转变为这个疑的这个体性。所以呢，在讲到说不欺狂呢，它并不是说哦，你最初呢了解之后呢，它就会是量，因为这最初了解它可能是视察义的这种了解，所以不欺狂呢，它遮止了视察义呢是量。那最后呢，就讲到说是了知，就表示量呢，它一定要是了知的体性。那为什么说量它一定要是了知的体性呢？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一切有部呢，它承许呢具色根，像是眼根呢，它承许眼根也是量，因为它承许说我们的眼知呢，在通达境的时候呢，那同样因为是透由眼根通达的，所以眼根呢，它也能够通达境，所以眼根呢，它也是量，所以它承许呢，就是是量的话呢，不一定呢要是了知，所以经部中为了遮止一切有部的这种讲法呢，所以他最后呢就是安利了，你只要是了知，你只要是量的话呢，你也一定要是了知的这个体性，你也一定要是心法的这个体性。那为什么要特别加上了知呢？就是虽然说呢一切有部呢，它承许说具色根像眼根呢是量，但是它也不承许说呢眼根呢是了知，就是具色和了知呢，二者是相违的呢。这个在四部中义呢是全部都承许的，它绝对不会承许说有又是具色又是了知的。所以它一切有部虽然承许说呢眼根呢是量，但是它并不承许说呢眼根是了知。所以在安立性相的时候呢，才会加上这个心不欺狂的了知。那同样的了知，除了说遮止一切有部呢，他们安立这个具色跟是量之外呢，同时呢也是遮止了补特伽罗是量。因为我们在讲说我们在比如说补特伽罗呢，它心绪当中的这个眼知呢通达平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讲说这个补特伽罗呢，它也是通达平直，而且它通达平直的方式呢，和它心绪之中的这个了知。这个量呢，通达平直方式呢是一样的。比如说，它的眼知在通达是最初通达平直的时候呢，那这个普特伽罗它也是最初通达平直。那虽然说普特伽罗它也是最初通达，但是呢，它因为不是了知的缘故呢，所以呢也没有办法呢把普特伽罗呢安立为量。所以量呢最主要是遮止呢，像是一切有部所说的具色根是量，还有呢也是遮止了普特伽罗呢是量。那这里就讲到说呢，觉知呢就是分为量的觉知，还有非量的觉知。所以只要不是量的这些了知呢，那全部呢都是属于非量的觉知。而且呢，在主张呢，就是量呢，就是可以分为两者，就是可以分为限量还有比量。那我们在讲到说呢，量可以分为限量和比量呢，最主要的依据呢，就讲到说，就是因为呢，我们一般在讲到说，我们在分这个所量的时候，那所量就是所知嘛，意思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所量的时候呢，或是所知，就是可以把所量跟所知呢分成自相以及共相。那能够安立境呢，自相和共相呢，那同样呢，显现自相的这个了知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现前。那能够显现这个共相的这个了知呢，那就是
就是比度，就是我们在讲到说限量和比量，为什么要安利限量和比量呢？因为能够显现质相的这个量呢，那就是限量；那能够显现共相的这个量呢，就是属于比量。所以呢，因为锁量呢分为质相和共相的缘故，所以把质相呢作为显现镜的这个量呢，就是限量。然后把共相呢作为显现镜的这个量呢，就是比量，所以由此而分为了就是限量及比量这两者。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呢，就是现前有事。那不过呢，我们在讲到就是现前的时候呢，那就会讨论到说，就是我们在讲限量的这个案例的时候呢，那唯识宗还有秩序派呢，他们安利的这个现前或是限量呢，意思呢是一样的。那不过呢，他们和下部就是经部宗呢所安利的呢是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说，经部宗呢，它在安利现前的时候呢，是安利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就表示说呢，现前呢它一定要是不错乱的。那不错乱的呢，就是表示说它要如同显现般呢，就是真实的存在呢，那这个呢才叫做不错乱。那不过呢，以唯识宗就是现在呢，唯识宗还有秩序派呢，他们所安利的现前呢，不一定要是不错乱的，因为它承许现前和错乱之呢是有交集的。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的眼知，我们的这个根知呢，它会显现外境成立，但是它也是承许呢这个根知呢，这个眼知呢，它是有现前。这个眼知呢，它也是现前，虽然呢，它会显现这个外境成立是错乱的部分，但是呢，也承许它是现前。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虽然说都是用现前的这个词，但是呢，在唯识中还有秩序派呢所承许的这个现前呢，是承许现前呢是可以有错乱的，但是呢，以经部中来说的话，现前呢，它一定要是无错乱的。所以呢，这边呢是安利，就是唯识中呢，它的这个量呢，它的这个现前呢，唯识中所安利的现前呢，并不是安利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它所安利的呢是以离分别且由坚固习气所生的这个了知呢，安利为是现前。那现前呢，就是又是现前呢，又是量的呢，那就是限量；那又是比度呢，又是量的呢，那就是比量。所以呢，就是唯识宗和秩序派呢安利的限量呢，意思是一样的。那不过和经部宗安利的呢是不一样。那不过呢，在安利比量的时候呢，是无论是经部宗、唯识宗或是秩序派呢，那三者呢都是安利一样的。因为呢，所谓的比量呢，就又是比度呢，又是量。那比度呢，就是讲到说呢，依于知之所依正因呢，那对于知之所量不欺狂的这个单着之呢，那就是比度。所以又是比度的体性。然后呢，又是量的呢，那就称之为是比量。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入资量道的菩萨呢，在同刹那是否能够同时具有菩提心，还有这个地识的执着，就是是否有实质？那是否呢，也就是否同时有两种不同去路径的这个分别知呢？那仁波切呢，这里就回答到说，就是我们在讲到说第十呢，就是实质，在讲到实质的时候呢，就是哪一种了知不会和实质同时升起呢？那就只有通达无我的这个了知呢，它和实质呢不会同时升起。那不过呢，对于这个通达无我的了知和实质呢，是否会同时升起呢？那也有两派呢不同的这个程序方式。那先以法幢大师这个学派来做解释的话呢，那法幢大师呢，他是承许呢，就是实质呢和通达无我的智慧呢是能够在同一个心绪呢，就是同时存在的，在有情的同一个心绪呢，能够同时存在的。而且呢，不要说是就是通达这个无我的了知，乃至于说现证，就是现前通达无我的这个了知呢，它也是可以和实质呢在同一个有情的心绪当中升起。那我们以就是见道无间道来说呢，就是见道无间道的这个圣者心绪当中呢，虽然说他现在升起了就是现前通达无我的这个智慧，但是呢，他的心绪呢还是有我执，但是这个我执呢是不现行的，它并没有现行，就是这个我执呢是具生我执。
所以具生我执呢，它是承许说心绪当中呢，这个是有我执，不过我执呢是不现行的，所以在补特求的心绪当中呢，是能够同时具有就是现证空性的智慧，以及呢我执这两者呢是能够同时升起的。那对于福称大师来说的话呢，那福称大师他不承许说就是通达空性的这个智慧呢，还有就是实质二者呢能够同时升起，因为呢福称大师呢是承许说，就是当我们升起了这个通达无我的这个了知的时候呢，就现证无我的这个智慧现行的时候呢，那和它的正相违，就是我执呢，这个实质呢，它没有办法现行，因为这两者呢是直接相违，一者升起之后呢，另外一者就没有办法升起。那这边指的升起呢，是直接现行，因为只要直接现起了，就是那心绪当中直接升起了通达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呢，那我执它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我执升起的时候呢，通达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它就会消失。这二者呢是直接相违的，所以在一个不特伽罗的心绪当中呢，是无法直接升起这个我执或者是呢通达空性的智慧。那我执或者是通达空性的智慧。那对于法幢大师来说的话呢，他承许说呢，就是在圣者心绪当中，就是我们不要说就是通达空性的智慧，乃至现证空性的智慧呢，还有我执呢，都是可以在一个有情的心绪当中呢，就是同时升起，而且也可以在圣者的心绪当中升起，像是呢，就是见道后得智的这一些圣者心绪当中呢，它也是可以同时具有这个菩提心，还有呢，它也可以具有这个实质。那不过呢，就是法幢大师呢，他不承许的呢，就是遍计我执。因为刚讲到说我执的时候呢，他承许具生我执和就是通达空性的智慧呢，就是能够通达无我的智慧呢，能够同时现行。但是呢，遍计我执呢和通达无我的智慧呢，无法同时现行。为什么呢？因为遍计我执呢，它就是承许第十是成立的。那你在边承许第十成立的时候呢，你是不可能升起通达无我的这个了知。所以遍计我执呢和通达无我的智慧呢，两者呢是无法同时升起。但是具生我执呢和通达无我的智慧，两者呢是可以同时升起的。所以福生大师和法幢大师呢，就是共同承许一样的地方呢，就是遍计我执和遍计我执呢和通达无我的智慧呢，两者呢无法同时升起。那遍计我执呢和我执和菩提心呢，也是可以在同一个有情的心绪当中呢同时升起。那他们的差异呢，就是在于现证无我的这个了知呢和我执呢是否同时承许呢？那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呢，就是相违的，但是实际上呢也没有相违，因为福生大师承许的心绪，就是在心绪中有这个了知呢，就是要现行，就是一定要直接现行。但是法幢大师呢，他承许说不需要现行，就是属于随眠的状态呢，也叫做心绪当中有这个了知，所以这个呢就是两者的差异。那再讲到说，就是菩提心和第十二者是否能够同时现行呢？那这个可以再讲到说，在后的，就是不要说是指两位的菩萨，那咱去说是圣者菩萨，那他们在后得智的时候，在见到后得智或是修道后得智的时候呢，那他的心绪呢，就是菩提心呢和第十呢都是可以同时存在。那所以它这两者不同的分别呢，是能够同时升起的。而且呢，因为菩提心呢大乘的这个发心，就是威力有情愿成佛的这个发心呢，它本身是分别心的缘故，就是尚未成佛之前都还是分别心的缘故。它因为是分别心的缘故呢，菩提心它本身呢就是一种第十。它本身就是会见到这个第十，它本身就是会见到这个第十的一个分别智，所以呢，就是一个有情的心绪呢，是可以同时升起菩提心以及第十的实质的。那所以这边呢，就是在解释清楚，也就是我们讲到呢，就是菩提心呢，它是会显现第十，也就是说，在尚未成佛之前的这个分别呢，它呢皆会显现第十。但我们并不会说，就是菩提心啊，还有像是慈心、悲心等这些方便分的法类呢，我们并不会说它是实质。虽然说它会显现第十，但它并不是实质。那当然，这边第十是以这个
中观中的角度来做解释。那以现在就是唯识中来做解释的话呢，那就说它一定会显现这个外境成立。那所以呢，这个是要区分清楚的，就是虽然说呢，分别就是菩提心、还有慈心、悲心等这些方便分的法类，虽然说它是分别，那它只要是分别呢，它就会显现谛实，但是呢，它并非呢是实质。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觉知能够通达境。那觉知是否是量呢？那我们现在就回答到说，觉知它本身呢就是一个自反体，所以觉知它本身就是有量的这一分，也有非量的这一分，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觉知安立为是量。就如同说呢，我们在讲到量的时候呢，就是量本身呢，我们并不会说它是限量或者是比量，就是量有限量这一分，也有比量这一分。但是量它本身呢，我们并不会说它是限量，因为量本身如果是限量的话呢，它就一定都是现前，但是又有比度的比量的这个存在。那同样呢，如果说程序量是比量的话呢，那量呢它就要是分别，那就无法安立所谓的限量。所以就是我们在一般讲说呢，就讲到说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自反体的时候呢，就不会去探讨说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就像量呢，因为有时候就是在辩论的时候也会讲嘛，说如果是量的话呢，就一定要是限量或是比量的话，那就是以量来举例的话，那量它到底是限量还是比量？那通常就是回答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个量的自反体来做回答，就是说它本身呢是这个反体。那说它是反体的缘故，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就是有限量这一份，有比量这一份，所以不会特别安立说它是限量或者是比量。那所以同样的呢，觉知呢也并不会程序说它是量或者是非量。其实问这个问题呢，就跟我们在问说，限量和比量二者呢，到底是限量还是比量？或者说呢，我们在问到说，就是量还有非量二者呢，是量呢还是非量？就是这种问题呢，就是类似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特别区分说它到底是量还是非量，或者说限量跟比量二者呢，它到底是限量还是比量？就这种问题呢，它是相似的。那就类似呢，我们在讲到说平数二者，就是平数二者呢是平呢还是柱呢？那就是平数二者呢，它并不是平也不是柱的二者任一嘛，因为平数二者它既不会是平，同样的呢，平数二者呢它也不会是柱，所以这些理路呢都是相辅顺的。就如同呢，我们现在线上上课呢，就是有33个人。那比如说以这33个人呢，那这33个人是33者任一嘛？那都不是啊，因为如果说这33个人是33者任一的话呢，那就比如说我们33个人呢都是33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那我们如果说都是仁波切的话呢，那我们应该全部都在印度，但是我没有在印度啊，只有仁波切一个人在印度。那说，如果说33者呢是我们这边就是线上学习的同学的任何一个的话呢，那我们应该全部呢都要在同一个地方呢，就是一起听课。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找一个就是我们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安利说这33个人呢是这33者任一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课文。那讲到说呢，现前有事，那自证现前及余结现前呢，必然是不错乱的这个了知。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现前有事，就是同样的呢，就是这边没有再多做说明呢，因为这里所讲的现前分为4种呢，和经部中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跟现前、意现前、自证现前，还有一些现前的，就是这4者呢，就是有分类呢，就是4者的分类呢是一样的，就是现前分为这4个呢是相顺于经部中的，所以就没有再特别的解释。那不过这里呢，就特别讲出来说，就是自证现前还有余切现前呢，必然是不错乱的认知。所以就讲到说，自证现前还有余切现前呢，就是以唯识中呢，它在程序的时候呢，是和经部中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讲到经部中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经部中它程序说，只要是现前的话呢，一定是不错乱的了知嘛。所以4种现前呢，就是无论是哪一个，它都是不错乱的了知。但是现在呢，在唯识中的部分呢，就是特别呢讲到说，自证现前还有一切现前呢，一定是不错乱的了知呢。那
间接呢就可以了解到说，根线前和意线前呢，它并不一定是不错乱的这个了知。所以就从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就是根线前和意线前呢，它并不一定是不错乱的这个了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就是从这句话可以显现出来。那在这里呢，就想要说，就是特别呢强调说，就是以唯识中呢，唯识中还有这个秩序派呢，他承许说自证现前呢，还有一切现前呢，必然是不错乱的这个了知呢，那和经部中呢所承许说自证现前和一切现前呢是不错乱的了知呢，它其实虽然说都承许是不错乱的了知，但是他们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以经部中来说呢，你只要是现前的，它就一定是不错乱。那我一次中呢，它是如何程序说自证现前呢？它是不错乱的了知呢？因为我们讲说自证现前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有境，那所领它能领纳的这个自证现前呢，它是有境，它所领纳的这个境呢也是有境，就是无论说能领纳的或是所领纳，二者呢都是有境。那它在领纳有境的时候呢，就是自证现前它本身是能领纳的这个了知嘛，那他所领纳的这个境呢，它的境呢也是一个有境。那他所领纳的这个境呢，因为是有境的缘故呢，所以他在领纳他的这个了知的时候呢，那是显现自性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讲到说，在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就是有境呢，它一定是依他起。那依他起呢，我们在讲说依他起，它一定呢是自性成立的。所以当这个能领纳的这个自证呢，他在领纳他的境，他在领纳他的境，就是其他的有境的时候呢，会显现自相成立。那如果说呢，就是自证现前，它如果是错乱的了知的话，就是你不如果承许说它是不承许它是不错乱的了知，你如果承许说自证现前它是错乱的了知的话呢，那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就要显现这个有境呢是非自相成立的。但是呢，我们前面就有讲到说，就是唯识中呢，它根本的一个就是它依着这个解深密经呢，最根本的程序就是程序说依他起还有缘成时呢是自性成立的，那片剂值呢是自性不成立的。所以它在这边呢，既然能够显现有境呢是自性成立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是一个不错乱的了知。因为如果说它显现是错乱的话呢，它就要显现有境呢是自性不成立的，那就和它最根本的例中依他起呢是自性成立这一点呢就会完全的相违。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去理解到说，为什么自证现前呢是不错乱的了知。那就是我们这里呢，就想要说，就是还有余切现前呢，它也是不错乱的认知。那会讲到错乱的认知呢，就提到说根现前或者是意现前。那根现前或是意现前呢，它要是错乱的话呢，它要么就是因为接触了这个错乱因，或者是呢就是遇到这个根本的错乱因。那这个接触或者说暂时的这个错乱因呢，就是像我们讲的，就是因为像是五根的问题，或者说遇到境的这个问题呢，遇到境之后以所遇到的境为缘呢而产生的这个错乱，或者说呢遇到这个根本的错乱因，就是透有我见习气，或者说呢无明习气呢所产生，然后而产生的错乱。那因为呢于其现前呢，它本身呢就是通达就是两种无我的这个了知。它既然是通达无我的这个了知的话呢，它就不会有所谓的这个接触到的这个错乱因。因为呢要升起这个通达无我的了知的时候呢，它一定是透有就是常习的这个串习。那常习对于两种无我串习之后呢，然后再透有止观双运，依着止观双运呢而升起的现前。所以它既然是透有这个长时间的串习的话呢，它就不会升起这个接触到这个错乱因。那或者是呢根本的这个错乱因呢，我见习气。那因为我见习气呢，就是讲到说像是我执这种，但是它最主要的呢，就是在对视我执，所以它升起了就是无我的这种了知的话，透有止观双运升起现证无我这个了知的时候，它自然不会呢，就是被这个根本的这个错乱因，就是我见习气或是无明习气所影响，所以它自然而然呢，就是不错乱的了知。那接下来呢，就讲说
凡夫心绪的这个根现前呢，必然是错乱的这个认知。那我们讲到说凡夫心绪当中的根现前呢，那我们就讲到说像是凡夫心绪当中呢，就是看到蓝色雪山的这个眼知，或者说呢凡夫心绪之中呢，就是显现雪山的眼知，就是看到雪山的这个眼知呢，那这两者呢都是错乱。那这两者虽然说呢都是错乱之，但是这两者错乱的原因呢是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呢，显现蓝色雪山的这个眼知呢，它是错乱的原因呢，那和下部中就是经部中呢是一样的。因为呢，雪山呢它并非是蓝色，但是你把它显现为蓝色呢，那自然而然就是你显现的和真实情况不相符顺的缘故呢，所以它是错乱之。那至于说呢，为什么说显现雪山的眼知呢，它也是错乱之呢？因为它在显现雪山的时候呢，它显现雪山是外境成立的，也就是显现雪山的这个眼知呢，它在显现雪山的时候呢，它是显现雪山是有距离的存在的，所以它把显现雪山的时候呢，是显现雪山是外境成立，所以它这个呢和下部中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和经部中不同的地方呢，是因为它显现雪山的时候呢，显现的雪山外境成立。所以虽然说显现蓝色雪山的眼知跟显现雪山的眼知呢，两者呢都是错乱之，不过呢，它错乱的原因呢是不一样的。一者呢是因为说雪山呢并不是蓝色，但是它把它显现成蓝色的缘故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就是跟五根的这个错乱。那第二者呢，就是显现蓝色、显现雪山呢，显现雪山是外境成立的这一点呢，是因为雪山它并不是外境成立的，但是呢，在显现的时候呢，把它显现成和雪山呢是有距离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错乱的缘故。所以讲到说，因为显现雪山的眼知呢，这个根知呢，它也是错乱的缘故，所以凡夫心绪当中的这个根现前呢，它就一定呢会是错乱之，因为呢，它一定呢会显现这个外境成立，即使它在境上没有错乱的时候呢，它也会显现这个境呢是外境成立，所以呢必然是错乱的这个了知。那接下来呢，就想要说就是其心相续的这个意现前呢，就想要说就是凡夫相续的这个意现前呢，那有错乱的认知，还有不错乱的认知呢，这两者。那我们先讲到说，就是凡夫相续当中的这个意现前呢，那意现前在升起的时候呢，就是依照这个印度的这个典籍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三种产生的这个方式。那第一种呢，就讲到说就是交替产生。那交替产生呢，就讲到说就是第一刹那的根现前呢升起之后呢，那之后升起了第一刹那的意现前，那第一刹那的意现前之后呢，才升起第二刹那的根现前，那第二刹那根现前之后呢，再升起第二刹那的意现前，然后再升起第三刹那的根现前，就是根现前和意现前呢，这两者呢是交替产生的。那这是第一种主张的方式。那第二种主张的方式呢，就是三者一同产生。那三者一同产生呢，就是讲到说，先产生第一刹那的这个根现前，那产生第一刹那的根现前之后呢，那在之后就是产生就是领纳它的这个自证，以及呢第一刹那的意现前呢，还有第二刹那的这个根现前呢是同时升起，就是第一刹那先升起第一刹那的根现前，那第二刹那的根现前升起的同时呢，连同这个第二刹那的根现前呢，那升起了就是领纳这个第一刹那根现前的自证，以及第一刹那的意现前，所以这个呢叫做三者一同产生。那至终呢是承许到说为相续后继产生，为相续后继产生的意思呢，就是说根现前它的能力呢，就是消失之后，然后只会升起很短暂一刹那的这个意现前。那这个短暂的一刹那的意现前升起之后呢，那我们的了知当中呢才会升起这是色的这种想法呢才会现起，就是一开始我们的眼睛呢先看到色法，看到色法之后呢，那等到这个根知的能力消失之后，然后会快速的就是升起一个很短时间的这个意现前，那这个意现前消失之后，我们才会升起这个是色法，所以在中间呢，就是会升起一个很短暂的这个意现前。那这一种升起的方式呢，就是讲说为相续后继产生。
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凡夫心绪当中的意现前呢，那有错乱的这个了知呢，所谓错乱的这个意现前，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因为呢，至终呢，它是承许说，就是为相续后继而生。那相续后继就是紧随着最后一刹那的根现前呢，直射根现前之后呢，才产生这个直射的这个意现前。那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相续，它是接随着这个根现前的这个相续后继直接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前面就讲到说，凡夫心绪当中的根现前呢，它是错乱的了知究竟，所以它显现了这个外境成立的缘故，所以呢，跟它同一个相续的这个意现前升起的时候呢，它同样呢也是会显现了这个外境是成立的，所以呢，它也是错乱的一个了知。那至于说是的，凡夫心绪当中呢，不错乱的这个了知呢，那就像是五神通，就无论说像是外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或是宿命通等等的，那这些神通，我们知道说凡夫心绪当中是可以有神通的。那神通升起的这个所依呢，是依靠着这个直观双运而生的。它既然是依着直观双运的话呢，就无论说它是在就是接触的错乱音，或是根本的这个错乱音呢，就是我见无明习气呢，它都不会遇到。所以呢，它没有一个错乱的一个原因，所以它自然而然呢就是不错乱、不错乱、不错乱因的而生，所以它就是不错乱的了知。所以凡夫心绪当中呢，像是五神通等等这个了知呢，就是不错乱的这个意现前。